曼谷自助餐天花板卡午餐食平，當日食嘅價錢係1359泰銖一人，即係大約327港紙，好抵食。大部分食物都係西式泰式，有船麵，都幾辣薄切，和牛夠晒肥美。生蠔大隻肥美，食完冇肚痛，同大頭蝦一樣，點酸辣汁好食。大部分食物都係喺依個 menu order， 有肉類、鐵板燒、意粉壽司。和牛壽司係招牌菜，薄切和牛超肥美，入口即溶壽司飯，鼻屎咁細粒。依個自助餐絕對唔會用澱粉質塞飽你，全部澱粉分量都好少。全個自助餐我最中意依個帶子意粉，好 creamy， 帶子煎得好香，食物細粉可以試更多，仲做到 fine dining 質素。魚都煎得好出色，好嫩滑，平時唔特別中意食魚嘅我都大讚。凍海鮮有青口蝦、生蠔，仲有醬油蝦等等嘅生葉。不過去旅行經肚痛，我都冇食到。刺身新鮮肥美，可以一試。自助區仲有啲炸物同串燒，唔太吸引，我都冇食。最後係甜品環節，甜品選擇比主菜少。芝士蛋糕好濃郁同滑，窩夫又彈香又鬆軟。心太軟好流心又夠朱古力味，加雪糕食一凍一熱。奶凍同焦糖燉蛋都好食，朱古力香蕉杯太死甜了。泰式湯圓都太甜唔啱我食。